觉得牵个手没什么关系。我们大家都牵过很多手。李奥部长但市长的一句话，让国民党团总调费鸿泰笑嗨嗨，嘛让党团协商的紧张气氛较轻松。立法院临时会28号就要结束，为了将预算案纳入协商自2时到暗时，其中的重点包括日本福岛的食物。会依照科学证据、国际标准，保护国人的健康第一。因为传出民进党打算伫将预算协商结束了后，就赶紧宣布开放福岛的食物，让国民党唔敢大意，唔难伫问主席单位未发布，各位伫开内部的会议来讨论对策。是总统以及国安团队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予以尊重。连总召都没有资格问，也不能问，我们要让中共在我们前面处理吗？那我们如果交 CPTPP， 国民党脑筋要想清楚嘛。今天早上的讯息告诉我们，民进党要真的这样做，健康是不可以拿任何利益、政治目的来交换。那也反对到底，就算2年前发出行政命令，年后同款的送立法院被查，真正的朝野攻防战场，反洗者都要开始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